政府9年，伊得对海湖内嘅用法，许多南投国乡上门村可以一件丰国同创，该通嘅国乡乡嘅发展，查实通桥间马嘅旅游，上门村也变做嘅当时国乡轻闹热的所在。里面同样没落嘅同创多黑的，农村都一件嘅当时抗钢渣嘅厂房，比错到亲近家乡企业，上门社区发展协会唔单止作为口述记录。还请老人家同头摆嘅上门画下来，70-80岁嘅老人家以上所嘅拿嫩笔，一笔一笔地画出头摆嘅事情，也留下一段珍贵嘅历史。你看到啦，感谢啦。哎，你们请讲。做土鱼啦，吼，啊，遐就做土的水通啦，用蕊木煮啦，吼，啊，遐皮滚啦，吼，遐就做啦，吼。一笔小细画咧，挑前前个画到当一分。啊，叫做起牛出来吃草啦，啊，俺把了到太树啦，了到就太树啦。你成世就要香牛啊？我创装有装了18岁咧。简单的线条画出做生意界下美好的记忆，每本人想起老头摆嘅生活情况。像以早那即落啊，遮尔正水安尼，啊会出来遮佚佗安尼。以早拢较唔惊人就对啦，吼，较好胆啦，路啊拢较好胆吼，啊我就伊个音响安就甲画起来安尼啦。南投国想象上门社区嘅阿公阿婆，当礼拜都会来到法团中心，上下长江五路，上下厨房土。81岁嘅入前菜，共自家啲上门带嚟贵生意，贵日做事只系为到生活，从来冇想过会发土。来到两位真亏是卡比。上会花嘛介就来花嘛介样啊。啊，袂动难冇啊，唔袂啊，唔袂啊，这黑白花啦，空空啊，冇走丝来啦。以前是阿婆，还那系社区嘅宝，最近就鋪頭嘅機構，來到兩位自家出邊做生意呢，發土當生錢，未當好搞。我唔捌字啊，啊我就我白畫對啊好，唔對畫我就手若行較大就畫較大安尼爾，嘿，啊要畫歪要畫水要畫什麼我都唔知影啦，我就凊彩畫豬變狗，畫狗變貓，畫蛇變。會做變滿，我食，都較簡單。40屆社區阿公阿婆，平均年齡78歲，最大嘅有95歲。大部分都50歲幾度，見講卡比卡個頭很難。最送，見過當到考驗，最生意路嘅少，路皮上年半點，上數屆那年發比，發出屆就係歲月致富嘅見證，有生法。吼。較早山頂吼，嘛是攏真好打哦，攏出來吼，嘿，伊攏唔驚人哦，伊嘛是攏安尼食草，安尼緊食，伊攏唔驚人哦吼。開始營運的到50多年度的時陣，迄陣啊長型新興的糖廠，都是工人足濟，啊，迄個伊的店嘛真闊。炒甘蔗啦，小姐咧炒甘蔗，做要去糖鋪鐵糖。法度就當到係用通蟲做主體，原來上門村早期就一件風貴通蟲，轉為佢帶動了國城嘅發展，未帶來移動人民。國城應該當時吼，就差不多甘蔗生發，為土心口嘛，苦甘蔗賣湯嘅錢，為希望。嘛係賣湯嘅錢，因為我們糖業的發展，促使我們很多的文化就開始一直蓬勃的發展起來，所以我們石門國姓這個地方成為我們國姓鄉最熱鬧的一個地方。
过掠到丰功历史，在天然通从关门，天天的冇听。为到嘅后生儿了解自家家乡嘅演变，未老掠到尊贵嘅历史记忆留下来。上门沙起开始做口述历史记录，还那像录音家用土了解了世界情况保存下来。因为蓝染的东西要存放，或许是比那个画图纸还要久，还要棒。因为我们想说，用画把它呈现出来的时候，会比较有一个根据，也比较有趣。不过阿公阿婆总系派世界讲，自家画到唔好，虽然同族慢，不过特别特画都系最真实嘅呈现。看嚟阿公阿婆畫嘅圖，每天練幾道，窮下行業上門嘅路頭牌。啊，即個起厝的攏是有多這糖的機器吼，人講足懸的。老人家突然安利，來到頭牌通常嘅會所，走出空路路嚟，使到兩位置和榴蓮嘅重複，點點嘅度解。甘蔗攏有伫遐過量啦吼，數量人低啊，一甲譬如60萬斤嘅甘蔗，攏有伫遐過量。17到30歲的通常做世界入競賽，發出嚟解了世界好貢獻。即個為摘甘蔗嘅青年插路呢，按隻甘蔗伫山東啊，用閘徛落牛插路，不牛插摘，牛插摘到個青年插路了，讓青年插摘到了為來啊。來到桂香圳嘅巡演後，成功試驗嘅做嘅水準，本單是係為今天，幫每人為甘蔗見快見大條。第一次世界大戰啊，吼，跟日本嘅軍船會用到火力，用武統去燒火啊，吼，啊增加力量，啊讓我按好加，到每下嗰度田種下種甘蔗，冇死無嘅啊，政府明死無嘅。你死無其他人撲睇咯，嗰種甘蔗水冇啦，讓開較大條啊。由我們自己在地人來講這個故事的時候，這是最好的一個文化的再傳承，因為它不失真。透過畫圖講故，絕對本單唔好講話嘅阿公阿婆，變到好浪人交流。上下還會為到完選作品，畫到唔記得時間，唔記得視頻。對聲音為社會大變嘅訴求，變做一首為講故事嘅書。家領阿公阿婆嘅圖，為圖靈安利，圖靈日團，上門嘅發展史。